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讲日客仔话，头一句来讲大某拍细姨。大某拍细姨要互你接啥？台语的日客仔话，国情甲分做两种，多两种来，你听我说明一下。头一种是题目甲答案互相无牵连的，你像讲阿两结过山，这互你想答一句或者看破，对毋？就阿两结过山，目睭金金看伊破。另外一种咧，国情。另外一种毋着题目甲答案互相牵连，对，有一字有牵连哦。你听国情讲，另外一种我搁来举例讲两角走五线，两角走五线，我知啦。国情你定咧讲两角五线走转来，剩偌济？剩角五嘛，对。题目的两角的角，甲答案即句角五的角，拄啊好画音嘛。所以题目内底就听会到答案，这另外一种。安尼有分。两种日客仔话，一种题目听袂到答案的，一种题目内底就会铺答案的字出来。今日照你讲的大某拍细姨，题目内底答案已经一字铺出来，倒一字，这字大啦。所以毋知讲日客仔话，大某拍细姨要互你接一句讲大，就大某拍细姨，大咧出手，大出手。咱知啦吼，大出手毋是真正讲大某拍细姨，毋是啦。大出手是讲开钱，足拍开，亲像阮某卡棒安尼，一直要做大出手安尼啦吼。国情啊，毋通节目中讲恁某的歹话，若无吼，你早晚脚只片恰零，脚只片恰零，这原来日客仔话，原来迄落题目内底就铺答案其中一字的。脚只片要恰零，迄个零，佫着种腔口。原来有人无讲零，有人讲做量，对毋？脚只片要互你摇啥？所以毋知讲面前、头前、前身，脚只片后壁或者背后。所以吼，背后恰一尾零，有人讲做量。简单讲，日客仔话讲脚只片恰零，就是量背啦。讲恁某的歹话，就会量背啦。这原来吼，题目就铺一字，甲答案有牵连的，对。讲来到这，过来讲第三题，国情啊吼，毋是惊某，人我是有某量。我若见摆伫咧品的时阵，朋友伫遐就讲国情啊，你行来的行，原来是题目内底就铺字要互要答案，答案是啥？所以毋知影讲日客仔话讲行来，答案就是住伫咧行内内行的啦。国情啊，你无惊某，但是有某量算够讲话啦。我嘛有某量啦，这朋友伫遐大家吼，拢总共款。拢总内行的，拢总嫁租的，拢总家己赚的，拢总听某喙大富贵，安尼就对啦。